來繼續來到台中的西屯發生一件車禍，一台白色轎車駛到路口，拄到三個女子搶緊要過大路，白色車轉緊急打檔啊，結果和後壁車對撞，兩台車的車尾甲車頭攏一個攏貓落去，加在駕駛無真要緊。警方嘛要追查這三個女子，講依法會當甲因一個人罰款500塊。行車記錄器翕到路口的青紅燈變黃燈，一台白色轎車要駛過路口時，向陽擋店，後壁對一台紅色車甲撞落去，撞一個真大聲。這台白色的車向陽擋店，敢若是因為當時頭前的斑馬線有三個小姐，敢若是要衝過大路，看到白車駛過來，驚一個趕緊走翻頭，這台白車趕緊擋店，煞來紅車就撞到啊。來到現場，路口變黃燈的時，行人的號誌佫是紅燈，要等15秒後才會當過。要讓他過就剎車嘛，然後後面就追撞了。綠燈駕駛軌闖紅燈是危險的事情，造成人家追撞，這個是比較不好啊。對，會被嚇到的。會啊，我騎後頭擺就驚驚到來個。車禍發生在昨過10點外，台中西屯這個路口，白車駕駛是一個49歲姓黃的小姐。紅車駕駛是66歲姓張的小姐，這一個弄紅車車頭弄甲害了了，白車車尾嘛弄一個貓落去，姓張的小姐胸腔有弄到傷，無送去病院。紅色汽車的右前車頭與白色汽車的左後車尾發生碰撞肇事，雙方駕駛經酒測均未飲酒。依照警方調查，兩台車的駕駛攏無啉酒，這台紅車敢若是對傷晚才去弄到這台白車，這肇事責任要去調查。另外，這三個小姐無依照號誌過車路，所以講嘛要追查這三人的身份，一個人要罰500塊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